各位兄弟姊妹，歡迎參加聖殿和家譜領導人指示。今日在座嘅仲有海榮長老，我哋非常感謝各位嘅參與，非常高興可以喺度。多謝你。我係馬克布拉格長老，海榮長老請我主持呢場指示。正如各位所知，海榮長老出生於英格蘭嘅卡羅爾，佢喺2010年蒙召喚擔任總會持有權柄人員，並且喺歐洲擔任區域會長。之後喺2017年5月，佢成為70元會長團嘅一員。從2020年起，佢就係我嘅70元會長團資深會長，直到佢喺2023年12月蒙召喚為12使徒定額組成員。佢同珍妮佛育有4名美好嘅仔女，直到冇幾耐之前，海榮長老同我都仲喺聖殿和家譜執行議會入邊服務。佢而家已經接受到新嘅指派工作，但係我哋好感激仍然保有呢項指派工作，俾我哋今日有機會一齊演講。我都係。好啦，我哋想做嘅係示範一個模式，講明你可以點樣睇呢段影片。我哋每年都咁樣做，我諗我哋至少從2017年起就一直咁樣做。如果你去福音圖書館揾聖殿和家譜中嘅領導人指示，你會揾到多年嚟嘅領導人指示內容，所以你可以喺嗰度揾到呢啲內容。我哋亦會寄出一份討論指南。我哋今日會做嘅係睇幾段影片，然後討論影片嘅內容。我哋虛心建議你哋亦都咁樣進行。喺支聯會議會同埋支會議會、家庭議會中睇呢啲影片，同好似我哋一樣傾一下你哋嘅感受以及從中學到嘅事，好唔好啊？好主意。好，咁我哋想先引用親愛嘅烏克斯會長嘅一段說話。佢咁樣講：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教義是以家庭為中心，聖殿是我們家庭教義的核心。在聖殿接受的教義，讓我們能夠以永恆家庭的狀態回到天父面前。當你聽到呢段說話嘅時候，諗到咩呢？好多事，腦海中浮現好多事。腦海中浮現嘅其中一件事係當我第一次聽到呢一項教導，第一次得知我係神嘅兒子，以及家庭可以成為永恆嘅概念嘅時候，我唔敢相信。我真係唔敢相信啊！我係話呢個聽起嚟似係一個非常不可思議嘅想法。我諗好多第一次聽到嘅人都會咁樣覺得。但係呢件係一件美好嘅事，亦係我哋今日所有討論內容嘅基礎。的確係啊！當我回顧自己嘅人生嗰時，嗰啲最美好嘅日子似乎都發生喺我去聖殿嘅時候。例如同依瑪印證啦，或者係印證俾我嘅父母，嗰啲就係你為此而活嘅日子，係咪？嗰啲就真係越嚟越光亮嘅日子。的確係啊，呢個亦係聖殿所象徵嘅一切意義。我哋越喺聖殿裏面或者出邊沉思呢啲事，就越能夠尋找祖先，同埋為佢哋執行教義上取得更多嘅成果。係啊，仲有喺聖殿中所獲得嘅醫治，以及我哋喺其中所獲得嘅喜樂。而各位領袖有呢個美好嘅機會，去幫助個人喺聖殿入邊揾到平安、揾到力量、揾到重新開始嘅機會。當我哋講呢個係一個喜樂教會嘅時候，的確係咁，係咪？係。所以我哋今日想要做嘅係睇下3段嘅影片，其中嘅內容都係圍繞住3項關鍵嘅原則，能夠幫助我哋協助他人同埋祖先連結。第一段，永遠都先專注於救主，咁係最容易做到嘅事，而且係自然而然嘅。下一個就係使用教義就緒，我哋亦都會講下係有幾咁容易。最後嘅就係加入你知道嘅事，唔好覺得有壓力。我哋可唔可以一齊睇下第一段影片啊？好啊。我哋非常專注於我哋喺聖殿入面所立嘅聖約。聖約之所以具有力量，係因為聖約將我哋同救主連結起嚟。我努力
幫助成員，特別係青少年，知道我哋所做嘅一切都係神聖嘅。我亦努力一直將焦點放喺耶穌基督身上。對我哋而言，我哋學到一件非常重要嘅事。當我哋專注去主嘅殿，並透過聖殿同家譜事工去聚集以色列，崇拜我哋嘅救主嗰時，成員信仰嘅核心理由就會突然轉變。佢哋會用一個全新嘅方式去感受到呢件事。要將我哋持續不斷做嘅事，避免變成一張待辦清單，一直都係一項挑戰。之前多次提到嘅一點係要記住，我哋去嗰度係為咗服務他人。雖然我哋從中獲得平安同快樂，但我哋去聖殿嘅原因係為咗其他人。單單係從事家譜事工同身處聖殿入邊，我就已經可以確實感受到救主喺度拉住我去幫助其他人，協助完成佢哋嘅事工，令佢哋都可以獲得同我一樣嘅祝福同機會。因為幫助他人先係真正嘅目的。去聖殿係令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變得平等嘅方法之一，咁會令每個人更接近神。受到啟發同專注於聖殿，確實可以喺聖殿同家譜事工入面帶嚟奇蹟。洛杉磯聖殿嘅洗禮池邊有一幅畫，係描繪耶穌基督受洗嘅情景。每次我受洗都會面對住嗰幅畫，而佢不斷提醒住我哋一直努力變得似耶穌基督。我能夠行入聖殿參與洗禮嘅教義，我只記得感受到呢種完全嘅喜樂，唔單止係我自己，仲有我嘅家人，嗰種感覺真係好奇妙。我哋嘅青少年將耶穌基督放喺第一位嘅時候，就覺得好似喺葡萄園入邊同救主一齊工作，就好似雅各講咁樣。當我哋嘅成員唔單止係做聖殿同家譜事工，而更進一步去崇拜我哋嘅救主，就會體驗到醫治同希望，以及各種唔同嘅事物。佢哋會真正認識同埋理解神對佢兒女嘅愛，同埋佢最初點解要將聖殿同聖約放埋一齊。見到祝福嘅出現真係不可思議，尤其係當我哋專注喺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身上嘅時候。啊，真係一部好溫馨嘅影片，佢哋嘅情況只會越嚟越好。咁你有咩感受呢？你從中學到啲乜嘢？邊啲事特別引起你嘅注意呢？我好中意佢哋沉思嘅方式，你可以見到佢哋沉思嘅時候嘅神情。我特別中意嗰兩個男仔諗到自己喺聖殿中為祖先受洗，抬頭見到耶穌基督受洗嘅畫像。我哋希望各位今日可以學到幾個重點。第一，亦都係最重要嘅係救主係呢一切嘅核心。咁令我諗起尼腓二書25章26節，我們談論基督，我們因基督而快樂，我們傳揚基督，我們預言基督，我們依照我們的預言記錄，好使我們的子孫知道去哪裏尋求罪的赦免。呢樣係我哋所相信嘅，但我哋有幾常意識到呢一點呢？冇錯啊！我認為我哋過去都太過專注喺研究同埋尋找，可能令到人覺得好有壓力。我哋其實係要點樣幫助領袖協助成員克服呢一點呢？我覺得你已經講中咗啦。喺某種程度上，我哋過去或者比較着重喺機械化嘅嗰一面，而唔係背後嘅原因、對象以及榮耀。我認為今日嘅一項重要邀請就係要將救主耶穌基督放喺呢一切嘅核心。喺我哋踏上呢段旅程之後嘅路程，甚至未來嘅路程，要仰望並且感受嚟自佢同埋神嘅愛。我認為喺影片中你可以清楚見到呢一點。嗰個主教話：當你咁樣做，當你專注於救主嗰時，就會改變背後嘅原因。係啊，改變咗背後嘅原因。我非常中意大約1年前你喺總會大會前後嘅領導人訓練入邊嘅教導。你提到以弗所書1章10節，一切都係喺基督裏面同歸於一。經文話：天上
地上一切所有的。咁令我諗到，仲有冇比聖殿更加貼切嘅形容呢？天上、地上嘅一切，而聖殿就係連結兩者嘅樞紐，就係將兩者連結喺一齊嘅結。喺聖殿中，一切確實都係喺基督裏面同歸於一。確實係咁啊！教義和聖約第84篇中嘅經文亦都提到，教義蘊含住神聖嘅能力。教義之所以蘊含神聖嘅能力，正如剛才提到咁樣，係因為我哋透過教義訂立聖約，令自己同救主以及天父緊緊相繫。冇錯啊！嗰啲教義、嗰啲聖約，我好中意視之為佢將我哋拉近，俾呢啲機會我哋。雖然我哋見唔到佢，亦見唔到我哋喺天上嘅父，我哋見唔到救主，但係我哋獲賜予呢啲事物、呢啲選項，就好似有踏腳石、機會同埋可以握住扶手一樣，嚟將我哋拉近。我諗呢個就係讓人感覺咁美好嘅原因啊！係啊，佢哋仲講到服務，並且透過服務，我哋都得到醫治。我哋唔只係做呢件美好嘅事，將呢份禮物送俾祖先，俾佢哋自由。我哋自己亦有收穫。呢個就係主建造緊咁多聖殿嘅原因。毫無疑問，的確係咁樣。同埋，我仲諗到另一件事，我哋喺進行會議前就講到，盡快帶新歸信者、新嘅成員去聖殿有幾咁重要。但我知道對12使徒嚟講尤其重要。點解呢？咁係因為每一個人喺天父同埋救主眼中都係寶貴嘅。我哋而家確實係有前所未有嘅洗禮人數，我哋必須要更加有效咁樣帶領佢哋走上呢一條美好嘅道路上面，去體驗呢啲教義同埋聖約所帶嚟嘅祝福，並以呢個方式持續連結我哋嘅家人。佢哋會蒙受祝福，所有人都會蒙受祝福。呢樣係洗禮之後重要嘅一步。仲有對佢哋產生嘅影響，以及點樣令佢哋同祖先連結起嚟。我哋都知道，有時家庭中可能只係有一個人洗禮，呢個都係你嘅情況，係咪？係啊，得我啊，只要得你一個受洗。我確信喺萬子嘅另一邊，有好多人推動住成員、朋友同埋傳教士嚟到你身邊，令你完成佢哋嘅事工。你有冇嗰種感覺呢？當然啦，當然有啊，好美好同埋溫柔嘅感覺。總有一日我哋會真正明白，但隨之而嚟嘅感受啟發真係非常美好，甚至係充滿榮耀嘅。咁而家我哋想睇下下一段嘅影片，內容講到使用教義就水，以及使用起嚟有幾咁簡單，咁樣可以俾我哋同祖先連結，而且真係將佢哋帶去聖殿。我哋一齊睇下好冇？非常好。愛聖殿嗰時好鍾意用教義就水，真係非常簡單。你淨係撳一個掣，就會顯示大約4個名字，而呢啲名字已經包含所有資料，以及你進行洗禮同證實所需嘅一切。我努力變得更似基督嘅門徒，就係去服務，所以我透過 Family Search 去為家人服務。呢件事令我更加接近天父同耶穌基督。我係屋企入面唯一嘅成員，但係教義就水同 Family Search 已經可以幫助我聚集家人，同協助我對自己嘅永恆家庭保持住高榮嘅觀點。我嘅婆婆會同我講，有已經準備好嘅名字，我會上 Family Search，然後去教義就水，真係好簡單。我只要撳一下，佢就會出現喺我嘅手機上面，真係好好用。我記得有一次，我用呢個應用程式，佢俾咗一個幾代之前嘅曾祖父嘅名字我，能夠做到呢一點，真係一個好特別嘅經驗。我同我嘅好朋友用教義就水，將啲名帶去聖殿，令佢哋都可以受洗同接受所有嘅證實，嗰啲真係一個好好嘅經驗。我感受到嘅係家人嘅愛。當我咁做嗰時，可以感受到佢哋
嘅喜樂，能夠知道佢哋係邊個，同你有咩關係，真係好震撼人心。我認為教兒就緒確實有助於呈現呢一點。睇到你同佢哋嘅關係真係好好。當你親自為佢哋做洗禮教義嗰時，你會感受到更加緊密嘅連結。佢哋喺你眼中係一個真實嘅人，而唔係名單上嘅一個名字。我認為拎住你所認識嘅名字會更打動人心。當你幫自己親人做教兒嘅時候，會有完全唔同嘅感覺，嗰種感覺好好，令我更接近救主，因為我覺得咁樣令我好容易可以參與到。教義就緒真係好好用，又容易又簡單，咁樣我就可以做洗禮同拎到嗰啲名字，唔會複雜到令我有任何挫折。我真係好中意用教義就緒，但佢唔可以取代將名字帶去聖殿嘅重要性。雖然你放入比較少嘅心力，但你從中得到嘅收穫亦一樣咁多，同更容易揾到你嘅家庭關聯，並知道佢哋同你嘅關係。要做得更聰明，而唔係做得更吃力。我一定要承認，我最中意嘅一個就係要做得更聰明，而唔係做得更吃力。我諗佢嘅父母一定同佢講過好多次啦。一定係咁啊！佢哋做得好低調，但係好有成效。咁仲有啲乜嘢特別引起你嘅注意呢？佢哋一再咁樣強調，基本上就係話係好容易，真係好容易。只要有一個帳號，一切就會好容易。我尋晚同今日睇咗系統嘅一啲提示，真係冇可能再容易啲㗎啦。我諗，我唔知仲有可以點樣可以整得更加容易。我諗總有人會諗到辦法嘅。但當我睇住呢啲名字，有啲係喺我哋嘅協助下而得以進行呢啲教義，有啲就係唔係咁樣。所以有啲名字我哋比較熟悉，有啲可能冇咁熟悉，但亦都令我好奇，真係非常好啊！係啊，佢哋想傳達嘅信息就係真係咁容易嘅。你入去 Family Search 之後，好容易就去到教兒就緒，系統就會自動加入資料。個系統會搜尋你嘅家譜樹，睇睇你有冇祖先。如果因為某啲原因你而家仲未有祖先，系統就會睇你嘅支會或者支聯會，所以你可以肯定你喺為你嘅有關人從事呢項神聖嘅事工。係啊，真係好犀利啊！好啦，非常之簡單，又有意義，又容易。我好中意嗰位姊妹所講，佢話我係唯一一個。我哋頭先亦都提到過，我係家庭中唯一嘅教會成員。但係美妙之處就在於，佢並唔係。當佢去主嘅殿從事呢項事工嗰時，佢就增加緊家族中接受福音嘅人數。我只係認為，你永遠唔需要覺得自己係唯一一個。你永遠唔需要咁樣諗。我哋亦永遠都唔應該咁諗，我哋都係呢個偉大永恆家庭嘅一份子。係啊，你有冇咁樣嘅經驗？入去系統之後，發現有一位祖先需要接受教義，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去聖殿完成呢項事工。有啊，有啊，就係咁樣運作啊，就係咁簡單啊。係啊，好犀利噶！你而家就做到啦，我可以喺此時此刻就做到，1個鐘頭內就去到聖殿。冇錯啊！你真係可以行上聖殿外邊嘅樓梯，停落嚟做呢件事，撳一撳個名就準備好，你就可以直接行入去聖殿啦。我真心相信主已經指示佢嘅先知、先見、啟示者喺世界各地建造越嚟越多嘅聖殿。佢亦都賜予我哋可以令呢項事工變得更容易嘅科技，正喺我哋眼前發生啊！係啊，真係非常之美好。好啦，我哋仲有另一段影片，內容越嚟越好，係咪？呢段影片講到更多關於加入你知道嘅事，非常簡單，只係要加入你知道嘅事。好啊。當我喺 Family Search 上面添加更多內容，我越嚟越中意上載同我婆婆有關嘅相、其他人嘅名同埋故事。當你想記錄呢啲回憶嘅時候，你可以寫低你記得嘅內容。喺做家譜事工嘅過程裏邊，我都更加認識耶穌基督。基督喺我哋每個人心入面，喺基督中，我哋都係兄弟姊妹。
但家庭先係基督徒生活嘅重要部分。無論邊種家庭聚會，特別係有長者在場嘅時候，我都會同佢哋坐低慢慢記錄名字。當我尋找我嘅祖先嘅時候，我會試下揾出佢哋係邊個，嚟自邊度，住喺邊，咁我就可以將佢哋嘅名字帶入聖殿。喺領袖嘅協助下，我整咗自己嘅 Family Search 帳號，佢哋幫我設定，亦幫我將我知道嘅家庭資料加入去。呢啲過程令我哋感受到天父對我哋嘅愛，同更加緊緊聯繫。祖父過身之後，我整理好佢嘅生平事蹟，然後將好多內容上載到 Family Search， 等我啲親戚都可以同我一齊欣賞呢啲內容。族譜係韓國家庭嘅世系記錄，呢樣嘢真係激勵咗我去學韓文，咁我就可以將祖先嘅名字加入 Family Search。我曾祖母有份焦糖爆谷嘅食譜，佢開過間焦糖爆谷鋪，我哋將佢嘅食譜上載到 Family Search， 每年都可以再重溫一次。我丈夫喺今年年初過咗身，所以我想上載佢同孫仔孫女讀睡前故事嘅片段。喺好耐以前，有一頭牛同一隻青蛙。透過口述面談，我揾翻我祖父祖母嘅名字。每次同佢哋玩紙牌，我最中意就係開住手機錄低佢哋講嘅故事，之後可以放上 Family Search， 等我嘅小朋友將來都可以聽到佢哋嘅聲音同故事。我最近受洗加入教會，長老定額組會長幫助我使用 Family Search， 仲幫我將家人嘅資料入晒去，真係好感恩。我而家能夠去聖殿為佢哋做教義。有咗 Family Search 好似一份藍圖咁，幫助我哋睇到事工嘅進度，需要探索嘅地方已經完成嘅教義，仲有咩未做等等，真係有好大嘅分別。我已將我父母知嘅、我知嘅同我爸爸記得嘅全部加上去，再慢慢揾多啲，令我發現咗好多以前唔認識嘅家族成員。只要將我知道嘅資料放入 Family Search， 我就可以將佢哋嘅名帶去聖殿。我加上嘅每一個名字都係一位可以得到福音祝福嘅人。了解自己嘅家庭，研究佢哋嘅故事，會令你更加接近基督。好啦，我好中意嗰位親愛嘅姊妹提醒我哋唔只係將名字帶去聖殿，而係人。我哋將真實嘅人帶去聖殿，俾佢哋可以接受福音嘅祝福。我哋必須不斷提醒自己呢一點。我認為即使揾名字係好容易，嗰個依然係一個人。咁令我諗起一件事，就係今朝早我起身嘅時候，收到我住喺英格蘭嘅哥哥寄嚟嘅一個 WhatsApp 信息。佢一直喺度搜尋嚟自愛爾蘭嘅家庭名字。我有一半嘅愛爾蘭血統，我父親呢一邊嘅祖先都係愛爾蘭人。佢哋當中有好多人做船長嘅。佢同我講過好多嘅故事，其中一個故事係關於呢位叫做雷金納德基爾倫嘅船長。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佢喺商船船隊中擔任船長。嗰支船隊有35艘船，有20艘係橫渡大西洋嘅時候被擊沉，其中亦包括佢艘船。佢生還落嚟，但係後嚟喺海上去世。我好期待，我仲未喺家譜樹裏面喺我哋嘅家譜樹揾到佢，但佢應該係一個遠親。我好期待可以深入研究呢個故事。如果家譜樹仲係未有呢個故事，我就加入去。哇，真係好奇妙啊！各位領袖，你哋擁有呢個絕佳嘅良機，去幫助你哋支會同埋支聯會中嘅成員加入佢哋所知道嘅事，咁樣會達成幾件事嘅，幫助佢哋感受到連結，幫助佢哋以家譜為榮，幫助佢哋認識自己嘅家族。坦白講，咁樣亦都可以幫助佢哋開始使用 Family Search。Family Search 可以做到嘅就係運用呢啲資料，將你同越嚟越多嘅祖先連結埋一齊，然後佢哋就可以將嗰啲祖先帶去聖殿。你亦都知道，我哋提到過新成員，亦都提到領袖可以點樣幫助新成員，以及呢件事有幾咁重要。我哋有家庭名字協助，俾支會議會中嘅任何一位成員都可以盡可能輕易協助新歸信者同佢哋嘅家人去連結。
佢哋只要加入自己所知道嘅事，就可以立即踏上呢段神聖嘅靈性旅程，將祖先帶去主嘅殿，並進行呢項事工。係啊。我本來想再讀一段烏克斯會長嘅講話，可唔可以啊？好啊。佢講到，我諗係講到透過祖先嚟認識自己。佢話透過認識祖先嘅生活，我哋就會同祖先產生連結。當我哋了解塑造佢哋嘅處境同個人價值嗰時，就會同佢哋建立連結。佢哋係真實嘅人物，呢個就係關鍵所在，係咪？佢哋係真實嘅人物，佢哋讓我哋可以活喺世上，並且喺來生仲有機會再同佢哋相見。我哋更明白我哋係邊個，我哋由邊度嚟，並蒙福更能夠清楚咁預見我哋將會去邊度。個人同家庭如果揾到自己嘅祖先，啟發人心嘅行為同話語，就會獲得自己生活嘅力量同方向，係咪好奇妙啊？係啊，確實好奇妙，而且係烏克斯會長講過嘅説話。我記得佢啱啱成為先知嘅時候，曾經回顧年幼喪父嘅傷感經驗同埋相關嘅回憶。聖殿同家譜事工唔單止係關乎個人，亦都係關乎我哋所有嘅人嘅。例如透過烏克斯會長分享嘅經驗，我哋就能夠更加了解佢啦。我都係咁覺得啊！我好中意只係加入你頭先舉過幾個例子，只係加入相片、加入食譜、加入任何可以建立連結嘅事物就可以啦。我認為任何可以打開通往以來家嘅靈，亦就係聖靈嘅大門，可以幫助我哋領悟到呢項事工美好之處嘅事物，都值得付出努力。我嘅妻子珍妮佛每星期都有一日去聖殿，佢喺聖殿服務嘅。我有好幾次聽到佢話：哎呀，係我最中意嘅時間啊！咁真係好傷害人，係咪啊？我嘅意思係，我應該有咩感覺呢？唔使對住你嘅時候就係好，係咪？就係咁樣啊！可惜嘅係，我諗佢真係咁諗。我諗我偶爾都係咁樣，但係呢個正正係對前往聖殿以及喺嗰度服務嘅人所產生嘅影響嘅。冇錯啊！我亦都好中意各位姊妹所講，佢開始加入相片同埋其他資料，之後佢俾爸爸同埋其他人一齊參與。我認為呢度可以學到嘅重要一課，就係你可以先開始做，向其他人展示成果，然後佢哋亦都會開始做。海明長老，我哋到咗要結束嘅時間，呢段時光非常之令人愉快，感謝你。你有咩感受？你嘅內心有乜嘢感覺？你會俾呢啲優秀嘅領袖同埋佢哋咩忠告呢？我諗大概會返到去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嘅主題，然後話要諗起救主，談論佢，諗起佢，將佢放喺呢一切嘅核心。佢已經鋪平咗呢一條道路，佢已經除去我哋所有嘅罪、所有嘅痛苦。佢同天父希望我哋喺度過美好同漫長嘅一生之後，可以安全喜樂咁樣返到佢哋嘅身邊，並以咁樣嘅方式同所有嘅祖先整個家族去團聚。我哋想再次強調，就係咁簡單。你從救主開始，而呢個本來就係最舒適嘅起點，係咪？然後使用教義就緒，俾你可以連結個人，伴隨佢哋去聖殿，然後加入你知道嘅事，你將會好驚訝，發覺呢啲資料嘅擴展以及更多連結嘅建立。我向各位去見證，呢項就係救主嘅事工同埋榮耀。佢親自參與呢項偉大嘅事工，佢關心幔子呢一邊嘅人，亦都關心幔子另一邊嘅人。我哋之間嘅呢份連結係神聖嘅。我見證可以令喺地上印證嘅，亦喺天上印證嘅能力同權柄確實存在。呢項能力同埋權柄已經透過先知約瑟斯密復興咗。今日我哋有一位持有相同權約嘅先知，我好高興可以為呢啲事情作見證。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阿門。我亦都好樂意加上我嘅見證。如果你仲未嘗試過呢啲事，如果你仲未實踐我哋今日所講嘅內容，請
大家試一試，睇下你會有啲乜嘢嘅感受。我哋並唔確切知道係點樣運作嘅，亦唔知道點解我哋會感覺咁好，點樣會被呢項事工所吸引。但我哋已經見到一啲端倪，總有一日我哋會完全去明白呢一點嘅。與此同時，請享受你嘅試驗，亦請身為領袖嘅各位享受你哋所進行嘅美好事工，幫助他人向呢個方向前進，並且體驗隨之而嚟嘅光同埋喜樂。我哋係神嘅兒女，佢希望我哋安全咁樣返到家園，同家人、朋友以及我哋所愛嘅人喺佢嘅身邊聚集。我向各位留低呢項見證，我好快樂，亦都好歡欣。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阿門。